我係黃浩光牧師，今日嘅經文係民數記第17章。以色列百姓多次反叛摩西同埋亞倫，特別喺上一章佢哋挑戰亞倫，懷疑佢係唔係神揀選做大祭司。神用咗3次證明去確立亞倫嘅祭司職分。第一次將地裂開吞滅可拉一黨嘅人。第二次用瘟疫擊殺14700個反叛嘅人，都係證明神係站喺亞倫嗰邊去對付嗰啲反叛嘅人。呢一章記載第3個證明啦，就係神提出一個方法測驗邊個係神所揀選公祭司嘅職位。杖係用枯木做嘅，所以一支冇生命嘅木杖可以發芽開花結出呢個屬杏就係一件神蹟嚟嘅。12支杖每支代表一個支派，只有亞倫個利未支派嘅杖係發芽開花結果，就係一個明顯嘅記號，證明亞倫係神所揀選嘅大祭司。任何反叛行為都係得罪神嘅。亞倫嘅杖所結出嘅果係屬杏，杏花係白色嘅，代表聖潔。按耶利米書所講，杏代表保守神嘅話，所以做祭司應該有聖潔嘅特質，有責任將神嘅話語去教導人。神要將亞倫發芽嘅杖永遠放喺約櫃嗰度。約櫃仲有2樣嘢，就係聖馬拿嘅金冠同埋10誡嘅法版。神咁樣做係要止息一切嘅怨言，免得百姓死亡。神唔中意人發怨言，亦都唔中意人反叛，因為咁樣係得罪神嘅。一枝枯木可以發芽開花結果，係象徵復活嘅大能，係預表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侍奉係應該有生命力嘅，好似一支杖可以發芽開花結果一樣。所以我哋信主嘅人嘅侍奉亦都係生命嘅侍奉。我再一次強調，大家千祈唔好將侍奉等同於做嘢，以為做嘢就係侍奉。你如果想侍奉，係要先從生命個塑造開始。發芽代表有生命，雖然我哋嘅舊生命仍然存在，但起碼要睇到新生命嘅表現。你做咗基督徒之後喺生命表現上面有乜嘢地方係好似基督嘅呢？杏嘅花係白色，係代表聖潔。你有冇追求聖潔呢？你嘅心要聖潔，你嘅生活你要聖潔，咁樣侍奉先有益處嘅。相反，如果你唔聖潔，你只會玷污侍奉，連累同埋絆倒別人。杏果代表保守神嘅話。你熟讀聖經嗎？有冇俾神嘅話語改變呢？喺你嘅言語禱告當中有冇神嘅話語？聖經有冇塑造咗你嘅生命呢？作為一個牧者，邊個人有冇資格侍奉，就要留意佢哋嘅生命係點樣啦。有屬靈生命表現嘅就有資格侍奉，如果冇就要等一等啦。仲要睇下有咩恩賜係符合嗰個侍奉嘅崗位嘅。每個人有侍奉，教會就會增長，但如果人冇生命嘅表現而走去侍奉就會造成一個對教會嘅虧損啦。以色列一啲冇生命嘅領袖帶出嚟嘅係嫉妒、爭權、反叛、權力鬥爭。如果你冇破碎生命，冇天天背起十字架跟從主，咁越多嘅侍奉就會好多嘅是是非非，好多嘅紛爭，好多嘅傷害噶啦。好，我哋一齊禱告。主，我哋喺你面前真係正如耶穌所講，我哋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我哋要捨己。求主幫助我哋有追求一個心靈嘅服侍，追求聖潔嘅生活，追求生命嘅改變。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阿門。